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我 FT Teddy 嘅 channel 啊！我係一個未來會打開你金融世界大門嘅一隻熊。咁嚟緊呢條片啦，會用你一日入邊嘅瑣碎時間啊，去提升你嘅金融知識啦，同埋 update 一啲嘅市場上嘅現況咁樣嘅。咁啊，嚟緊呢個 channel 嘅主要存在啦，其實都係想香港可以有一個用廣東話得嚟，又唔使咁悶，又可以學到 finance 嘅地方。咁如果中意我呢條片，歡迎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去分享俾你認為值得睇我嘅片，去一齊見證大家嘅成長啦。好，咁 no more bullshit 啦，直接入正題啦。好，咁啊睇睇今日個盤面先啦。咁呢家個發展趨勢就同我上一條片講嘅如出一致啦，個劇本都係完全跟住我走噶啦。咁啊，對上多一條片就預測啦，喺73000呢個位會落兩個階段啦。呢度係落第一個階段啦，另一個就係落呢度下面個階段嘅。咁啊，對上一條片就個劇本咧就會係落咗嚟啦，再上翻去噶啦。咁亦都係 hit 中晒噶啦。咁啊，嚟緊睇下個劇本會唔會繼續跟住我走啦。咁啊，嚟緊嘅片就拭目以待。好，咁啊呢一個位置啦。咁我都會嘗試開一個 short 嘅單，做空嘅單啦。咁至於點樣捉個位咧？咁啊，現場親身就做一次啦，大概位置。好，咁啊，將呢啲標跌咗先。OK，第一個。好，咁首先啦，經過 斐波立契啦，捉咗個0.5個位先。差唔多0.5位置，最高點最低點71600呢個位置，差唔多都可以入場噶咯噃。咁啊，再捉多一個啦，72500。OK，好，呢度拉條線過嚟睇下，睇下過咗未先？都 hit 到噶咯噃。好，咁啊，大概啦，我嘅比較想購入嘅價格其實都徘徊72000到72500呢個 area 都係，呢啲都係一個比較理想嘅做空位置。咁止蝕位就放翻係74000、75000呢個位置啦，然後 TP 盈利點就65000呢個位置左右。咁張單咧就會咁開啦。張單就會咁開，呢個啦，拎呢一個點做一個嘅止蝕點啊，係利潤位就寫喺我嘅多單買入位，係65000咁樣咯。咁啊，3個 R 嘅盈虧比啦，咁呢個就會係我一個比較預期嘅入場位置啦，做空單嘅入場位置啊。咁我嘅劇本就係點都要落多去一次呢一個嘅支撐 support 位置先㗎啦，之後先至 Bitcoin 再有機會彈翻上去嘅，即係彈到一個更高嘅位置，要再 test 多一次啊。咁啊，可能去到呢個位啦，咁呢個65000嘅第一個盈利位置啊，第二個盈利位應該就會落到64000。64000左右都係一個幾強嘅位置嘅，係咁啊，分批止盈啦，先再睇下1小時圖啦。啱啱個4小時圖、1小時圖、1小時圖可以更加清晰咁睇到啦。呢一個位置其實輕輕掂咗佢上面個流動性，然後即刻就拉翻落嚟啦。然後後面個2-3條呢兩條 K 線圖啦，都出現咗個影線嘅。咁其實都開始一個轉弱嘅信號啦。OK， 好，再睇落去15分鐘先。15分鐘嗱，如果做一個 daily 嘅一個 trade 啦，一個日線嘅交易圖咧，其實都可以嘗試下噶，即係嘗試下呢啲位置直接做空入場，止盈寫喺呢度咯，68000上下差唔多位置啦，一個波段，用啲15分鐘。
都唔係一個好嘅入場機會住，未出現到，除非佢跌咗落嚟呢度，跌低個71,000，咁就會調翻上去再睇機會入場咯。好，咁當然我呢個 channel 主要都唔係去講解一個短線嘅 day trade 嘅日內交易咯，咁都係做長線為主。如果唔係每日拍一條片真係會粗爆我都係個懶西。係啦，咁啊，咦？呢個位置都幾好喎，呢個位置其實都可以入場做一個做 short 嘅咯喎，一啲好明顯嘅入場位喎。喂，呢個位我直接開交易單都得喎。OK，果斷。好，咁啊，可以睇到啦，set 個交易單做4粒啦，同樣做翻4粒。咁啊，試價入場。好，咁啊，試價入場啦。呢個其實都即刻買得㗎啦，71,600左右，唔差得遠。咁啊，報翻啦，stop loss 位置，stop loss 位置，前高點咯，前高點高多少少，73,800啦，73800啦，OK，之後就sorry，呢度先啫。止盈位置65,500，好，咁啊，黃埔2.9一個 R 比，可以㗎啦，係做一個賣出嘅訂單。好，咁佢即刻見到我呢個即時實況現單啦。好，咁啊個劇本啦，咁就大概都係咁噶啦。即使其實都唔睇嗰啲咩基本面啊、消息面太落後啦，直接睇個現時嘅資訊會好啲。係咁啊，後續如果真係直接突破咗呢個位，都真係唔好同佢拗頸啦，果斷離場啦。因為如果真係突破咗呢個73,800，其實佢已經係開始轉緊牛噶啦。你長 hold 嘅話，頭破血流啊！即係有啲去到位就果斷止蝕啦。所有交易都係咁樣噶啦，你冇得拗頸啊！你係咯，錯咗就係錯咗，咁就係咁啦。咁啊嚟緊啦，我上一段片都話其實都要大概1個禮拜先會走到我呢一個嘅行情左右。咁如果你睇翻我講嘅段片嘅時間同埋去到出我呢個劇本嘅時間，其實都係真係1個禮拜咁滯。呢度落咗嚟第一次，再上返嚟呢個位，前後都要1個禮拜。咁去到嚟緊再落去下面個行情都要2個禮拜左右，先至可以再回彈翻去上翻去，係先至再可以落到去2個禮拜咗啦。要行呢個行情嘅話，咁咪2-3個禮拜咯，比較長線啲。咁啊，今日就係逢禮拜3嘅 FT Teddy 週報啦。咁好，多謝大家收睇。